水中沖泡泡向下水嘅，隨意碌冇技巧。睇下即時提升 firm 翻就冇咁水腫噶啦。市面上嘅家用 LED 紅光技術同埋美容院嘅有咩分別呢？雖然原理都係一樣，利用紅光嘅波長深入真皮層，刺激膠原蛋白生成，改善細紋，提升彈性。但唔同嘅係，美容院有啲紅光能量比較強，一般會建議每星期做1至2次，由專業人士操作。家用嘅設計就會更加溫和，安全性高，適合每日用。自己喺屋企就可以做到光療，就好似我咁啦，就會每日用5至10分鐘當日常護膚嘅一部分。最近用咗一支結合紅光嘅 LED 精華，都特別有感。隨意碌冇技巧，如果跟翻一啲通穴位嘅方法去做，效果更加好啦。咁就 firm 咗啦。紅光就有刺激膠原蛋白噶，所以塊面做完之後，除咗 firm 之外咧，係會越嚟越緊緻噶，日夜都啱用啊，平靚正，仲要有補充裝，幾百蚊就搞掂，唔需要買嗰啲幾千蚊嘅家用機噶。